然后呢，OK， 好来，顶回读到倒位？三部啥会记？29页看嘛。打开始29页打开始。所以29页也未读着吼，万事是上帝旨意安尼啦吼。约翰5章24节有讲的这样，好来，我先回顾一下顶礼拜读的吼。大川信主了后，我即摆读28页，会对这段吼。大川信主了后，遐个做戏的器躯吼，全部废了，可惜治疗水流的边吼。顶位讲这是戏边啦吼。伫1899年3月26日，病逝那沉重，就对志平讲：“我的病袂好啦。顶年宋牧师要请我去教大学，我若有应意，拍算袂抵到安尼吼。好，就是那。”人生的路其实就是安尼吼，你歹讲啦吼，行对一条有一项我家己信用的部分啊，就是确定的，就是讲人生行到你即马即个坎站，一切拢是你家己做得来，一切敢若即项是确定的吼。但是你若讲我经另外对一条路就安怎，另外我经对一条就是安怎吼，迄拢白讲的吼，因为。毋知，但是即马会个人确定的就是，你人生行到即个坎站，拢是你家己做得来吼。一切拢是你家己选择，你家己做得来，你家己的行动，你家己的行为所递到的吼。好，所以呢，即马伊就无去大学教书嘛吼，就伫遮准备要领便当啊吼。大学，即个可能爱看一下，叫查一下，对照一下迄个教会史啦吼，因为这是日本时代啊吼。中营中学甲啊，因办大学吼，是当时讲一早，我感觉真疗愈吼。因所中营中学就是基督教会所办的。即个学校吼，中学就是中营嘛，中营中学、中营女中嘛吼，还是叫中营女中吼。大学我就毋知是大学应该是即马会伫淡水迄间叫做啥物？后来即马叫做真理大学啦吼，真理大学啦，简称就是即马，就是较早中营中国教会所办的迄个大，遮讲的即个大学啦吼。好啦，有兴趣家己去选啦吼。或者会知会甲人分享者吼。好，来继续万事是上帝旨意啊吼。OK， 我拄则讲家己做得来啦，但是这点嘛是确定的吼，万事是上帝旨意啦吼。这就是人，就是哲学内底一直咧讨论的，就是讲。人本身的自由意志到底有即个自由意志无？还是讲一切拢是上帝甲你安排好势？你拢讲我这一切拢是你家己做得来，你家己选出来。但是这一切所选的迄个后壁是毋是因为这是人敢若报着去安怎？其实是下对一支手你指挥的吼。这哲学问题啦吼，实际上就怎我看这是同一项代志吼。好，万事是上帝的旨意吼。约翰5章24节有讲，应该是约翰福音书啦吼。OK， 约翰福音书，圣经4本福音书其中一本吼。4本福音书内底讲故事拢是相像的故事吼，自头到尾差不多啦，差不多意思啦吼。
你若看4本，差不多是同款的内容，你重复4遍吼。但是是对无共人的角度去讲这代志啦吼。啊，所以有诶代志是，这故事伫遮有讲着，伫迄边无讲着，安尼啊有吼。这就4本福音书，基督教新约圣经4本福音书吼，内容差不多就是安尼。啊，讲诶故事就是对耶稣基督出世到伊升天吼，甲世间人讲，我会搁再来吼。好，约翰5章24节有讲，好，咱来看这个章节讲啥？我实实甲恁讲，我甲这段规个读了啦吼。我实实甲恁讲，听我的话，也信找我的，就有永活，未到受审判，是已经出死入活。我虽然会死，也久是要转去天堂永远活。你着说字照顾即个人生吼，这后壁这是迄个大川讲的啦吼。讲我虽然会死，也久是要转去天堂永远活。你着说字照顾即个人生吼，毋望将来会用跟主。至勤听见伊讲遮个话，目屎倒。等下再查这事吼，讲你要先去享福，放我甲即个囡仔要怎样？若是大川临终的时已经到，手举悬，叫3声。耶稣，耶稣，耶稣，就离别吼，到遮就大选就定了便当啦吼。好，来，咱这段咱过来一日开始来看吼。万事是上帝旨意，这应该免查来，旨意敢若中有查过吼。约翰5章24节有讲，这应该拢免查吼。来看5章24节吼，你若即马去现巴克利版圣经，可能含即个版本可能无一定有相像啦吼。巴克利版印刷的，敢若是19毋知偌侪年吼，伊当阵可能也未到19几年啦，佫是18吼。无歹讲1895年后，真生出世。几号啊？可能就差不多迄当阵啊，但是迄当我认为可能巴克利版圣经可能也要印出来吼。我实甲恁讲，听我的话，也信找我的，就有永活，未到受审判，是已经出死入活。我来查者，我若无印象有这段有这句话吼。我来查。圣经我放伫倒啊？我直接查新闻来，新闻。毋对，网然后我来查新约圣经，白话本伫倒位呢？目睭歹吼，年号较有啊，目睭歹。好那会落长遮水伫遮，大概伫遮吼。圣经公会
巴克勒版巴克勒，圣经版本一堆啊。约翰福音书，要记啊，5章偌济节，24节，5章24节。约翰福音书5章1读24节吼，咱来看啊，巴克勒版圣经即嘛是安尼写吼，我实实甲恁讲。听我的话，也信找我的，就有永活吼，未到受审判，是已经出死入活啦。哎呦，真正是安尼写吼，出死入活啦吼。哦 ，OK， 我实实甲恁讲，实实就是实实在在啦吼，老老实实啦吼。听我的话，也信找我的，这是耶稣讲的嘛吼，所以听我的话就是听耶稣基督的话，也信找我的。这后壁这个啥？后壁这句是意思是也信上帝啦吼，听我的话也信上帝，上帝就是迄个找我来的人嘛吼，所以也信上帝吼，听我的话也信上帝，就有永活吼。基督教即嘛基督教吼，三位一体吼，定定咧性爸性囝拢人做伙吼，概念分袂清楚吼，就是足侪人祈祷嘛毋知，你祈祷啥？祈祷是咧求啥物人吼，家己拢毋知吼。我知影，尤其是新教派吼，真正是听起来真笑可啦吼，伊根本对家己咧信啥无讲介清楚，信家己较侪啦，我知影。好。听我的话也信找我，当然我即马安尼讲，毋是讲这内底遮侪规则、遮侪咧数理定爱行甲到，做甲到，这叫做基督徒吼。我毋是讲这吼，我对这其实嘛无讲解，迄袂要紧啦，凊彩哩啦吼。上重要是我较早捌讲过吼，啥物叫做真正基督徒，在我眼光看起吼。好，听我的话也信找我的，就有永活吼。听我的话也信上帝，就有永活吼。永活就是永远活啦吼，就是即马华语教会和合本所讲的永生吼，就有永生吼。对，咱来先煞看一下和合本安怎翻。和合本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哈。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啊。无什么差别，无多啦哈，应该是拢相像哈，和原文应该拢接近，拢实在伫原文的翻译哈。有时啊，话本的一寡翻译的，互你感觉真奇妙哈，奇妙啊！感觉这是。这个西那特色的基督教，和合本确实是哦，和合本本身其实是和合本所传的教义是一个有西那特色的基督教，所以其实离基督教的这个真正信仰有一截仔路，所以我看了迄寡某的和合本讲和合本上好啥物啥，我感觉即个人其实是无真正明白基督教教义啦。啊，佫袂使讲啦，讲会生气吼，我毋敢甲因讲吼。好，咱继续看吼。来注意一下路口有啥物人吼，等下变道哦。好。就有永活，未到受审判，未到受审判，咱拄则看话本讲不至于吼，不至于定罪吼，就是伊犯罪不至于定罪，未到受审判，就是未受审判啦吼。话本
本是伫遮犯罪定罪啦，审判定罪，OK， 我无解清楚原文啦吼。其实吼，为什么我有即个信心安尼讲？因为毋是我话教啦，真正毋是我话教。咱来看即个检讨者吼，信望爱吼，其实伊有原文，伊有甲原文收入来吼。原文在伫遮吼，但是新约的原文是希腊文吼。圣经旧约、新约的原文无共吼。旧约是希伯来文吼，新约是希腊文吼，希腊文吼。所以咱来看，小说甲原文甲点入来吼。好，来第4章吼。原文当然伊是敢若每一字的意思，你要查会着。而且即个版本我要安怎看咧？伊即么概括啊？我即久无显啊，我毋知。较早是有一个 hyperlink， 你直接点的，就有点去即字的即个规则遐吼。串珠原文典藏。好，即嘛只有安尼啊吼。伫遮吼，较早较方便吼。好，咱要看是讲，派我来有性命递告审判。OK， 应该是即个。即我袂晓念吼，但是我听讲即个希腊文其实足简单的，什么 GAIS 吼，就是你每一字你若会晓，你就读会出来吼。我较早听阮一个巴西同事甲我教的，但是我无学起来，因为我无一字学起来吼。我看遐念就是，若敢若你念，若敢若日语啊是西班牙文差不多啦吼，每一个字母照念就对吼。所以正告审判无吼，伊个无伊个法定甲刻伫后壁吼。所以比如讲，咱来看，我即马要查就主要是要查，因为这字这是 GAIS 吼，所以对遮开始嘛吼。出伫审判 GAIS 遮吼，在遮。并且含每一字是啥物意思后接直接受嘅意思是进入就是进入啥物进入审判后壁一个法定嘛法定这我袂晓读啦就是你若要搁深入搁看每一字的这个，我用这个新标签拍过比如讲这个法定这字法定是每一字你话详细解释，讲这字是啥物意思伫倒位用着相款这字你会当去比较比对看这字的意思安尼。所以安尼其实你若要学希腊文，这是上好文本啊。OK， 所以拄则安尼，你就知影讲，未递告审判是原文是啥物意思？原文就是未，因为未放伫后壁嘛未进入。过来就是即字审判公正的审判所以即字是啥物？即字毋是定罪，即字叫做审判咱来看即字，叫做 crisis。OK， crisis 可能是一个基本的音性，钦定本是 judgment 钦定本就是英皇钦定本啦。就是圣经内底一个上权威的版本，叫做英皇钦定本，叫做 KJV King James Version 伊就翻做 judgment、damnation、accusation、condemnation 所以伊有审判，伊嘛有定罪的意思啦 ，accusation 跟 condemnation 的定罪的意思审判、判断、判断、
这是什么意思？我看无钦定本有什么4132吼，这是什么意思？我看无吼，是毋是伊伫咧无共所在，即个共迄个 crisis 翻译都无共吼。好，审判判断吼，法院地方性的吼，或者是公正公理，指有关任何一件代志的意见或者是决定吼。比如讲下底就所有伫咧圣经内底用着即字即个所在吼。审判判断吼，审判厅法庭吼，用伫倒位吼，正确有公义吼。但是你会看出来吼，应该是无定罪啦吼。你会当看出来讲，原文无定罪即种公本理上只对一个人的审判定罪，以及煞接到的刑罚，就是定罪刑罚啦吼。所以有啦吼，审判，但是有定罪甲刑罚啦吼，就是煞接落吼。所以是即个法本是翻译即个定罪别个版就是敢若用较即个较普遍的即种翻译法啦吼，审判吼。好 ，OK， 咱转来第几条？我讲遮侪是要甲你讲啥？是要甲你讲，我无遐巧，然后无遐教，然后讲我圣经原文我读会晓吼，我无啦，我一日学尔啦吼。但是安尼一日去学，所以我才知影讲吼，本来都有足侪字是翻译，其实是无照原文翻，原文完全无迄意思，家己翻的啦吼，家己毋知安怎来。有时想无奇怪，伊是翻译的人是当然是去互，就是讲单调是还是去占着药来去翻出来。内底所有你看袂到的吼，甚至你去现其他的什么翻译本啊，包括我有时我去现日本的翻译本，会去现其他中文一堆嘛吼，无共的翻译本，或者是英文更较侪吼，无共的翻译本，你著看较适合人本身也足特殊啊，特设一个奇怪的翻译伫遐。所以我才敢安尼讲吼，我绝对无甲冤枉吼。好啦，转来到遮啦吼，讲到遮侪着，是已经出世入狱吼，未到受审判是已经出世入狱。我虽然会死吼，也过来是大选的意思吼。我虽然会死，也久是要转去天国。永远活吼，我虽然会死，但是呢，我会得到永活啦。意思是安尼吼，还佫是要转去天国永远活吼。基督教其实对死后的这种描写吼，无介一致啦吼。比如讲，你去看，可能旧约甲新约耶稣讲话可能都无共啦吼，但是这方面我无研究啦吼，我袂当甲你讲啥物到底是有啥物无共啊，差别伫倒位吼。我刚才无一致啦，有诶讲你死是，就是若敢若当面伫土家诶等到有一天，迄个上帝所派迄个救世者吼。有一个词啦，我袂记得翻做中文就叫做救世者吼，就是Christ 吼，就是基督啦吼，就是伊个派过来即个救世者来诶时阵，你死人要对死内底个活起来，或对坟墓内底个爬起来吼，你身躯诶即个骨吼会个生肉吼，这就叫做割活嘛，这真正是迄个字面意义上的割活，就是真正这个人对死割活起来吼。所以死后就是一段 pause 就对啦，然后敢若你去按迄个暂停起来吼 pause， 你完全就是无意识吼，这段一直到割活吼。迄当所以我迄当我较早来咧想着即段想毋是着意思着死去，目睭佫提紧起来，佫活起来吼，因为当时完全无意识的嘛吼。OK， 另外一种就是即嘛即个吼，即嘛大选讲的吼，死了后去天国含
和上帝做伙哈。当然要审判哈。OK， 好啊，但你知影就好啦，对这种我嘛毋知啦吼，对这种事的我毋知吼。犹豫是要转去天国吼，永远活吼，永远活吼。拄则讲的迄个4个活了，就是永远活，啊，即嘛是没你去天国就永远活。好，你着细致照顾即个人生吼。你着细致照顾即个人生，细致吼，咱来看细致吼，即个词。应该是我用全腔吼，全腔是细字嘛吼，你着细字或者是老全细顺啊，这个不要读吼，细顺吼。好，细字吼，有两个意思吼，其实伊是两个意思。你若斟酌个分甲即个斟酌个开剔吼，是两个意思吼，是一个是 be careful， 但是这两个意思呢，和我所理解的两个意思小可有差别吼。OK 好，一个客气，好，所以我另外知影变成我是甲拆做3种吼，咱等下讲我拆啥样。一个是用心注意吼，一个是客气吼，用心注意就是 be careful 吼。OK， 客气英语就歹翻啦吼。比如讲毋免客气，免细字吼。其实这个我足晚才学到的吼，就是伫咧看，我煞袂记家己的名袂记吼。因后来有做一寡，就是即马公司做节目的因迄阵人吼，较早公司台语还袂出现即阵，因着做啥物一寡台语教学节目吼，啥物就是讲台语真趣味，还是即类吼。我看因就讲，免客气的讲，免细字吼，我是对遮学着吼，毋通客气。对，单方位，我嘛是对遮才学着吼。OK， 所以免即个。日本人编的这本字词典啊，春上加音，伊就第二个意思，伊就是讲，伊就是用日语解说嘛，顶个是延略去哦，远虑。毋免细字，伊就是讲啥物多数和延略那个，免细字的意思。是。可能，即个日本人伊编的就是甲细字分做2种，一个就是你爱注意，起要つける嘛。你要注意，还是有心思路哦，用心嘛。因为日本人因会用两字汉字加做一个，算迄我毋知要安怎讲迄个物件，苏州后壁倒数嘛，对无？你爱小心，你爱细字，啊，所以日本人是把细字分进两块以上。好 ，OK， 感谢妈，来我来查一下有心思路。安尼敢若看袂啥出来。有心するに越したことはない。You can never be too careful。本人家己收细字，伊无收细字，伊家收细字，吼，因拢白话字嘛。有王教授是收细字，细字我看，所以就是拄啊日本人收的是细字即个腔，张龙教授是收细字即个腔对，腔较差尔嘛，有心思路，我要安怎来查即个词？我看是就是
careful 嘛吼，就是小心吼 ，be careful 吼，爱注意啦吼 ，caution 嘛吼，所以应该就是啦吼。好，来，但是我拄则讲我若要我较早所理解的两种，其实是我甲用心甲注意，但是毋是用心嘛。我毋是，这毋是日语的用心吼，我即嘛讲的是用心，是就是我甲用心甲注意拆开啊吼。注意就是 be careful 嘛，用心是我的理解是另外一个是讲设计就是爱就是足斟酌吼，你敢是想要讲用尽心思这种定金？对，嘿。咱一般拢是讲啊，你爱细致哦，啊，甚至嘛讲啊，你爱小心哦，毋过有当阵啊，是毋是会讲你爱较斟酌者，你爱较定睛者？可能我咧猜想是。安尼可能我记唔对啦，歹势应该是我记唔对啦，应该是这两种意思尔啦，无迄种要安怎讲，就定睛做代志迄种意思啦，应该是无啦。细腻就是较 be careful 尔啦，要注意啦吼，较细腻安尼吼。好 ，OK， 转来小说家吼。伫倒位啊？着细致照顾即个真心。但是就是即个意思啊。就是我意思就是讲，我所理解就是讲，即遮毋是 be careful， 当然是爱就小心，爱就小心无毋对啦。be careful， 你着细致照顾即个真心吼。而且甚至会使用，当然我无理解日文的用心，对无？有心思虑，迄到底是啥物意思？毋过对我来讲，真正就是用心计较迄个细节。对，我的理解就是安尼，我有即种理解伫遐啦。所以我咧想讲，我较早拢一直甲当做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用心，一个就是注意。但是所以变成咱来查一下台语的用心。我另外开一个台语的用心好，台语用心计较用心计较。用心，这是用呢。注意する，用心計較，就是心をもらひる。注意，用心計較。另外一個呢，用心。用心，所以就是专心注意哦。一个就是拄则讲 be careful， 一个就是专心，是毋是？就是伊即遮讲的即个 kokoro， 应该是一个我感觉是用心甲注意一个。嘿，那用心甲用嘿，就是用心，就是这只哈，kokoro o mochi hiru， kokoro o mochi hiru， 好，我来查一 kokoro o mochi hiru。
只好请翻译器来翻啊。日文呢？答对。哦，这中文版这毋知安怎摆法咯，我看无。精确语言哈。心怀某种念头，叫做可可罗莫之迄路，应该嘛是注意的意思啊！我咧想吼，还是讲专心。可可罗莫之，即个日语较知影，或者是我得看 ChatGPT 啊吼，歹势我查一下，我 ChatGPT。ChatGPT 敢有伫遮？春上佳音伊即个岁字，伊就分两大类嘛，就对来讲的迄个毋免岁字，迄个就是可能。陈宏伟老师因开始讲啊，有我要看迄个概念。第一就是，伊就是讲两个对我讲啊，有心思路含即个 Kiosk 啊，所以伊会该写出来，应该就表示讲，有心思路含 Kiosk 应该是无共的意思，无伊就无需要写做两个啊，伊该同做共一类啦。就讲你爱用你的心思，你爱用你的啥。对，这是一类。另外就对咱拄仔讲，免设置迄个另外按下不讲。即摆有心思路含即个 Kiosk 路就是，Kiosk 路当然就是可能be careful， 你行路爱设置，头壳骨安尼爱设置安尼。即摆有心思路，即摆可能伊的伫文版诶讲什么用心计较吼，台语用心计较，伊就甲伊讲什么苦心是地崎岖，崎岖我苦哟，崎岖我思路，来。用心去计划嘛，下苦心去计划这条代志嘛，什么苦心是地苦苦功夫思路安尼，所以小说家伊讲着细致照顾，应该就是讲，毋是纯粹 be careful， 嘛毋是纯粹，绝对毋是 you are welcome 的，毋是纯粹的 be careful， 当然。顾囡仔就爱坐字无毋对啊，真心真嘛才几岁的，无小心就去耍水、赌水、赌死啊！你遮尔无简单生出来，当然爱甲请用大汉嘛。所以除了讲爱小心细致啊照顾以外，爱阁用心去请用嘛。所以1932年代就大书等于顶悬写来讲用心计较，可能是较我即个意思吧，我咧想。OK， 所以马文你的意思是讲，细字除了有我看迄咱莫讲迄啦，除了迄以外，是分做两种，一种就是 be careful， 一种就是爱下功夫嘞。迄拢含你的，我咧想日本人家分做即两个应该是，我咧想。我是问你的意思，你理解是分做两种，还是干那一种？除了免客气以外，是干那一种意思，还是有两种意思？迄个先莫讲以外的一大类，我那个会使分做两小类。嘿。一个就是咱一般所理解，爱小心爱细致，行路行好，对，去踢着，莫跋倒。是嘿。这拢是迄个。行路也是做动作，人爱去注意，爱去要伊，爱伊用心的。这是侦查伫咧讲，是人甲你叮咛的，还是你家己反复你家己的？我行路行好，我安怎。搁另外一方面，我那嘛是伊爱去做，还是伊爱去出气力，还是注意的，就是即马小说要表达的一个
哦，什么用心计较啦，还是什么苦心照顾啦，还是啥 ？OK， 了解。我意思，所以呢，其实我，嘿，你讲的三类，其实就再算两大类，啊，总共三小类啦。对，我认为就是讲，我认为伫个语感上，我一直甲这两个是分开的，就是甲拄只大理大书店第一个规则，我是甲分开的。用心注意，我甲分做一种是 be careful， 一种就是下功夫落去做吼。就是这只日语讲 kokoro o， 什么摩基伊德鲁吼，是伊讲伊，比如讲伊讲是 to carry out a task with careful thought， 就是你做代志时，careful thought to apply one's mind。To apply one's， 其实吼，这两个意思哦，足接近的啦，所以你甲当做一个嘛是会使啦。只是讲我伫咧使用上吼，会当用法会当两种，一种就是讲叫你行路较细腻，一种就是叫你做什么代志爱用心，爱下功夫落去，安尼。哦，啊，所以伫这小传这就是讲啊你著要好好照顾这个囡仔吼，下功夫来去照顾这个囡仔吼。当然嘛，下功夫就是你爱注意啊，细腻嘛，莫互破病，莫互歹嘛吼。OK， 好来，这个词讲到这吼，你著细致照顾这个精神吼，精神啦吼，毋是精神，精神。望将来会用耕主，还是。望将来会用耕主吼，志勤听见吼，志勤听见伊讲这的话吼，志勤听见伊讲这的话，得了吼。望将来会用耕主，这应该嘛免查啥物啦。望就是期待，就是对未来的这个一种望吼，一种期待啦吼。用耕主会当用耕主吼，咱知后来真正做牧师啦吼，其实就是做这样代志吼。好，当然嘛，毋是讲做牧师才用耕主啦吼，意思就是这只是讲会当做好模样啦吼，袂拍歹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声啦吼。志勤听见伊讲。志勤听见伊讲这的话吼，当然这个助理吼，伫基督教内底吼，足侪人甲助这里吼，其实是分袂，伊也分袂出这到底是咧讲耶稣，还是咧讲耶和华吼，两个是分袂出的吼。望未来会用耕主到底是用耕对一个吼，歹势。无一定啦吼，看前后文，看前后文吼。